中年好聲音之曲兒，除咗唱功同埋做生意了得，喺保養身材方面亦都甚有心得。身材 fit 爆嘅佢，完全睇唔出已經係一孩之母。芝芝日前就網晒一家三口去清邁度假嘅靚相，仲寫話不管飛到哪裏，我每天起來落肚的第一餐，盡量堅持吃營養而幫助消脂的元素，讓我整天充滿活力和能量。芝芝就話若果有人想知道佢嘅保養秘方，可以無私分享。結果引嚟大批 fans 敲碗求教，芝芝亦都信守承諾找數，就話每日無論幾點起身，第一餐必定會食嘅餐單當中包含5種元素，包括纖維、優質蛋白、果仁、健康油脂同埋澱粉質，再加上每日至少飲8杯水同埋適量運動，就係佢自己嘅 keep fit 心得。佢就補充話：注意，以上純粹是我這2年的心得，我不是專業營養師，幫自己戴翻個頭盔先。